長成。我今次要介紹嘅成語係如雷貫耳。如雷貫耳嘅意思即係好似雷聲咁樣傳入耳朵咁響亮，比喻人氣好大，眾所共鳴。呢句成語通常喺嗰啲戲曲小說裏面見到，好似元代鄭廷玉所寫嘅戲曲《楚昭公》，故事裏面寫到春秋時吳王闔閭珍愛嘅一把寶劍飛入咗楚國，為楚昭公所得。吳王扭刺向楚昭公索劍，楚昭公都唔肯還。吳王一氣之下就寫咗戰書，結果呢個楚國就被吳國伍子胥等人嘅打得大敗。然後楚國大夫申包胥前往秦國相借救兵，但秦王就唔肯出兵，申包胥就喺秦國痛哭咗7日7夜。秦昭公睇到申包胥日夜嚎哭，忠烈動人，深受感動，所以就應承咗借申包胥10萬紅軍，命姬貝為主帥，助楚昭公復國。姬貝向申包胥報道嗰陣時，申包胥即日講：久聞元帥大名，如雷貫耳。蒙秦王柳民發兵相救，有勞元帥領兵前往，真是楚國人民的萬幸。這裏就用了如雷貫耳嚟稱讚姬貝名氣好大，因為呢句成語係用嚟讚頌人哋嘅聲名，所以常和久聞大名、久仰大名連用。我今日嘅分享到此為止，多謝大家。